安利马来了，小鲁帮你快跑啊！大哥，你抢我蓝干嘛呢？哎呦！你说这小家伙看手机，你说，哎呦我操！哎呦，你说他整成啥了？你说手上那种啥了？我靠！Lights, camera, action. Yeah, say what? You deserve more than you can. 哎呦我的天哪！你个裤衩子呀！你说你整的是啥呀？啊，那这怎么还洗不干净？哎呀！啥呀？玩呀！你看，他睡着了，口红给我试试啊。
她是我暗恋已久的女孩，今天我要向她表白，我一定要把她追到手里。鼓起勇气，加油，姚永涛，你最棒的！这你别笑，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吧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你让我饮酒醉，谁把家人？谁把家人称上对？你妈的！打起个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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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个当。干啥呢，老妹儿？练气功。练啥气功呢？练气功？你信不信我一只手就能把这矿泉水瓶子吸起来？你吹吧，你那有绳吗？你那有绳吗？有绳吗？有绳吗？媳妇儿，看着我袜子了吗？花边的。你袜子不滚。大哥，你不要打我，大哥，请你不要打我，大哥，大哥。好，你给这个打的名字你了。看着啊，把鸡往这变啊，走着啊，来，1、2。